我嘅家傳之寶係咩？唔係車，唔係樓，更加唔係古董首飾，而係更加重要嘅健康智慧。日產牌純靈芝，由日本百年名企日產集團榮譽出品嘅日產牌純靈芝，堅持用指實體嚟提煉精華，保留靈芝嘅有效成分。每日食有助增強免疫力、強身健體、補肝排毒、舒緩壓力，全面提升健康。就算有再多嘅財富，少咗健康，咩都做唔到。所以我叫啲仔女同埋啲孫要學我咁，後生就要開始食日產牌純靈芝。我食咗40幾年啦，而家都好健康，仲可以睇住啲孫長大添啊！我每朝都食一包日產牌純靈芝，因為我都想好似阿爸阿媽咁健康。依家我嘅全家之寶都係日產牌純靈芝。